看好了，这一招叫独孤九剑之天舞花。韩渊这剑法比那大岩剑宗的仙师还神。那是仙师算个球，他们那是花架子，我这是实战派。来，2斤五花拿好，回家红烧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切片2斤猪肉，剑道熟练度加5，武力值加1。穿越3个月，本以为穿越成宗门天才就左拥右抱恣意妄为，结果开局就被废修为，逐出宗门。堂堂天才剑修沦落到凡间卖猪肉，要不是系统能杀猪长剑道熟练度还能恢复修为，我这日子怕是早就没盼头了。赵叔，我看错了吗？那是流光剑，300年前剑圣的佩剑。小姐，你没看错，而且此人剑气内敛，刚才那一手庖丁解牛，若无10年剑道苦功，绝不可能。此人绝非凡俗屠夫。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若能招揽此人，必是一大助力。小姐，先看看再说。此人虽然剑法高超，但看起来脑子不太正常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眼剑宗的剑道天才韩渊师兄吗？怎么剑骨被废了，改他当厨子了？韩渊，没想到吧？风水轮流转，当年你在宗门仗着天赋高，抢了本该属于我的内门名额，害我在外门多熬了整整3年。这笔账我可一直给你记着呢。方寒，你这格局也就配当个狗腿子了。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疏远和欺负。不装了，我是绝世高手，我摊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跟死猪说话那是浪费口水。你骂谁是死猪？谁接话谁就是。一个废人还敢嚣张，给我打断他的手脚！你的修为不是废了吗？废了，那是以前。现在哥是钮钴禄韩渊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好快的剑，赵叔，你能看出他的深浅吗？深不可测，那一剑没有丝毫灵气波动，纯粹是肉身力量。此人的剑道造诣恐怕已真化境。回去告诉丁允，让他把脖子洗干净点。滚！大眼剑宗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亲手拿回来。韩渊，你身为外门弟子，竟敢偷盗宗门重宝，罪无可赦。今日本座便废去你的修为，削去你的剑骨，逐出宗门。我没有，是丁允陷害我，我不服！行刑！拿着你的破烂滚！你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听到了吗？滚下山去，像条野狗一样苟延残喘吧！丁允、苏清歌，你们以为我废了？可惜啊，老子有系统。等我彻底恢复修为的时候，就是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死期。赵叔，查清楚了吗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回小姐，查清楚了，此人名叫韩渊，3个月前还是大眼剑宗的外门第一天才，后来因为偷盗重宝被废了修为，逐出宗门。按理说他现在应该是个废人，可刚才那一剑简直匪夷所思。被废了反而更强，有点意思。大眼剑宗那帮老顽固，这次可是把珍珠当榆木给丢了。小姐，此人来历虽清白，但行事乖张，恐怕不好驾驭。那我们正因为不好驾驭，才是一把好刀。大雍朝廷被这帮宗门压制太久了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去，我要亲自会会他。手里捧着窝窝头，菜里没有一滴油。这穿越的日子啊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系统查看当前属性：宿主韩渊，境界凡人经脉重塑中，剑道熟练度1500，当前武力值15，评价一个有点力气的顶级屠夫。还是屠夫嘛？看来明天得去城南那家大户人家帮他们杀2头年猪了，那一波经验值肯定废。停！打劫！劫财我没有，命有一条。劫色的话，嘿嘿，美女咱们可以私聊。后面那个大叔就算了啊，我不近男色。韩公子真幽默，我不劫财也不劫色，我是来谈生意的。生意？我不卖身，哦不对，我不卖猪肉以外的肉。当然，如果是美女你亲自来买，我可以给你打个99折。小子，放尊重点。站在你面前的是你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贵人。贵人能帮我切肉还是能帮我洗碗？别整这些虚的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还赶着回家睡觉呢。我想请韩公子做我的贴身护卫，只要你答应，
我可以为你提供一切修行资源，无论是顶级的功法、丹药，还是名师指点，哪怕是天才地宝，只要这世上有的，我都能给你弄来。没兴趣，我现在杀猪杀惯了，每天切切肉，听听八卦，日子过得挺滋润。打打杀杀的太累。韩公子甘心一辈子当个屠夫？屠夫怎么了？屠夫也是凭手艺吃饭。再说了，给你们当护卫，万一哪天挂了，我找谁哭去？不干不干。如果我们手里有大眼剑宗的把柄呢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大雍朝廷朝阳公主方柔，我代表的是这天下被宗门压迫，想要夺回尊严的皇权。韩渊，跟我合作，我给你亲手覆灭大眼剑宗的机会。检测到关键势力介入，主线剧情皇权与宗门的博弈开启，建议宿主接受招揽，可获得海量经验值奖励。公主啊，早说嘛！既然是皇室的大单子，那这买卖倒是可以谈谈。不过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成交。不过我有个附加条件，包吃包住是基础，还得有5险1金，年底必须有双薪，带薪休假不能少，每年还得给我安排一次公费旅游。5险1金，那是何种防御法宝，还是攻击阵法？算了，跟你这土著解释不清楚，反正就是待遇得好，不能压榨劳动力。怎么样，公主殿下，签合同吗？好，依你。只要你能帮我办成那件事，整个大雍的资源，你予取予求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杀猪的废人把你打了一顿，还是用剑背？方寒，你是不是脑子被猪踢了？还是觉得我也像猪一样好骗？大师兄，冤枉啊！那小子真的邪门得很，那一剑太快了，跟鬼一样，我根本没看清。他还说要拿您的脑袋当球踢。韩渊的剑骨被长老亲手毁了，丹田也废了，怎么可能恢复？难道他有什么奇遇？奇遇？哼，一个废人能有什么奇遇？估计是练了什么透支生命的魔功，想在死前回光返照一把。这种旁门左道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既然他这么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这是暴血丹，你安排几个死士服药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要给我杀了他。我要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像条死狗一样被踩在脚下，我要把他的皮扒下来挂在城门口，让他知道废物永远是废物。是，大师兄放心，这次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韩公子，既然你昨晚已经答应了朝廷的招揽，做我的贴身护卫，那是不是该把这身行头换了，收摊跟我们回府邸了？总不能堂堂公主的护卫，天天在这儿卖猪下水吧？急什么？做人要有始有终，这叫职业道德。这头猪刚切了一半，不卖完多浪费啊！浪费粮食可是要遭天谴的。公主殿下难道不懂粒粒皆辛苦的道理？你还真是个敬业的屠夫。大眼剑宗若是看到你这副德行，估计能气得吐血3升。那是，干一行爱一行嘛。再说了，我这刀法正练到瓶颈的关键时刻，这时候要是停下来，体内的剑气逆流，很容易走火入魔的。切个猪肉还能走火入魔？老夫在修仙界摸爬滚打活了这么久，见过修炼神功走火入魔的，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切肉能切出内伤的。老赵，这就是你不懂了。所谓大道至简，殊途同归。切猪肉不仅是手艺，更是一种无上的修行。心中有剑，万物皆可为剑。叮！恭喜宿主切肉达到1万次成就，触发1万倍暴击奖励，获得绝世剑法斩天拔剑术唯一神级。叮！检测到宿主剑道天赋异禀，剑骨残留灵性共鸣，剑法熟练自动拉满，当前技能等级圆满。斩天拔剑术，还是直接圆满级？这系统能处啊！不枉我切了这么多天的猪肉。有这门绝技在手，别说大眼剑宗那几条杂鱼，就是丁允那老狗亲自来了，我也敢一剑削掉他的狗头，跟他碰一碰。喂，切肉的，给老子来10斤臊子肉，全都要瘦的，不许见一点肥膘。要是让老子看到一丝白油，今天就砸了你这破摊子。10斤全瘦，大哥，你这是要包饺子还是做红烧狮子头啊？全瘦的口感可不好，柴得很，容易塞牙缝。我建议你搭配点五花，吃着才香。少废话，让你切就切。怎么，堂堂曾经的剑道天才，大眼剑宗的骄傲，现在连块肉都切不明白了？也是，毕竟是个被废了修为的废物嘛，切不好也是正常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他不仅修为被废了，连脑子也切猪肉切傻了。这种货色，以前在宗门里估计也就是个专门给人倒夜壶、洗脚的窝囊废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倒夜壶？
那可是个技术活，一般人还真干不来。不过我看几位印堂发黑，嘴唇发紫，这面相明显是五行缺德，命不久矣啊！要不要我顺便帮你们把棺材也定了？你找死！哎，本来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，顺便卖卖猪肉。既然你们非要逼我出手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送你们去见阎王爷，问问地府缺不缺倒夜壶的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有人花大价钱买你的狗命，兄弟们动手！韩渊，受死吧！下辈子投胎记得别惹不该惹的人。小心，是死尸，赵叔！别急，别急，这种练手的好机会可不多见，正好拿这几个杂碎试试我的新剑法。去死吧！斩天拔剑术，好快的剑！一剑封喉，而且是同时斩杀3名暴雪丹死士，这是什么剑法？这就是他的真实实力吗？哎，本来想切猪肉的，结果切了几个杂碎，真是晦气。那个，方公主，这算工伤吧？得加钱。加钱没问题，不过既然拿了我的钱，是不是该替我办点正事儿了？杀人放火我可不干啊！我是正经生意人，我可是有职业操守的，而且我这人卖艺不卖身，你可别想潜规则我。谁要潜规则你？你想得美！也不照照镜子，本小姐什么美人没见过。3天后，天一城有一场乾隆大比，这是朝廷与各大宗门争夺年轻一代天才的擂台，也是朝廷与宗门的颜面之争。打擂台，没兴趣。那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，太掉价了。如果我说只要你能拿下前3名，朝廷就会全力支持你复仇大眼剑宗呢？全力支持，包括帮我把大眼剑宗的山门给拆了。只要你够强，别说拆山门，就算是把大眼剑宗连根拔起，朝廷也会给你兜底。成交。不过又要加钱，你掉钱眼里了？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主要是想为朝廷做贡献。前3名有奖金吗？要是再附送个漂亮妹子当啦啦队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有，第1名奖励极品零食1000块，够你卖一辈子的猪肉了。够了，1000块，那还等什么？这擂台我打定了。你是说，3个服了暴雪丹的死士，连韩渊的一根头发都没碰到，就被他一剑全杀了？是的，大师兄，探子回报说那剑法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，而且韩渊身边还跟着2个人，看起来身份不凡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一个被废了剑骨的弃徒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难道他真的有什么奇遇？韩渊虽然天赋不错，但剑骨被废是事实，除非他修炼了什么邪术，透支生命换取短暂的力量。不管他是邪术还是奇遇，他都必须死。明天我们就要代表大眼剑宗去天一城参加乾隆大比，到时候全城的百姓和各路宗门都会在场。如果让其他宗门看到韩渊那个弃徒还活蹦乱跳的出现在城里，我大眼剑宗的脸往哪儿搁？可是师兄，他现在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普通的死士恐怕……普通的死士不行，那就找炼气修士。我绝不允许他在大比期间给我添堵，我要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方寒，你去一趟黑风寨，告诉大当家，只要他能帮我杀了韩嫣，以后大眼剑宗的过路费，我可以帮他在宗门内走动走动，给他免3成。黑风寨那是杀人不眨眼的悍匪啊！大师兄，这要是让宗门知道，只要韩嫣死了，谁会知道？去，告诉大当家，明天选拔开始前，我要看到韩渊的人头。是。小姐，您真的要把宝打在那个韩渊手上吗？赵叔，你觉得我是病急乱投医？老奴不敢，只是这次乾隆大比关系重大，陛下虽然宠爱您，但朝中那些老臣和各大宗门都在盯着您的表现。如果您这次拿不出像样的成绩，恐怕储君的位置就真的无望了。是啊，我是女儿身，想要那个位置，本就比别人难上1000倍万倍。
所以我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可是那个韩渊虽然剑法诡异，但他毕竟是被废过的人，而且性格古怪，满嘴胡话。万一他在大比上掉链子，赵叔，你不觉得他挺有趣的吗？明明身怀绝技，却非要装成一副财迷心窍的样子。这种人，要么是大智若愚，要么就是真的没心没肺。但不管是哪种，他身上都有一种让人想要探究的魅力。魅力？小姐，您该不会……别瞎想，我只是对他好奇而已。我想看看这个所谓的剑仙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。既然小姐心意已决，老臣定当全力辅佐。只是黑风寨那边似乎有动静，我担心大眼剑宗那边的人会狗急跳墙。黑风寨，哼，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我相信韩渊，他既然敢接我的任务，就一定有这个本事。如果他连这关都过不了，那他也就不配做我方柔的护卫。大当家，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只要您能杀了韩渊，以后大眼剑宗那边，我们大师兄会替您打点，过路费免30%。大眼剑宗的大师兄果然爽快。放心，一个废弃的剑修而已，老子随手就能杀。记住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，最好能把他的手脚剁下来，给我带回去。老子最喜欢折磨这种细皮嫩肉的天才了。小子们，抄家伙！今晚咱们去城里开荤。杀猪的经验值好像已经到上限了，再杀下去也没什么提升，看来得换个口味了。杀什么好呢？杀鸡、杀鸭，还是杀人？丁，检测到宿主心生杀念，发布进阶任务杀生正道。任务内容：斩杀10名恶人。任务奖励：绝世内功九阳神功，修为突破至筑基期。九阳神功听起来就很猛。哎呦，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。这就是那个什么剑道天才，怎么住这种破地方？大当家，这就是个废物，住猪圈都抬举他了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拆我家房子，吃饱了撑的。小子，死到临头还敢贫嘴！老子是黑风寨大当家，今晚来取你狗命！取我狗命？排队了吗？前面还有好几波人呢，你算老几？有没有预约啊？好，老子杀人无数，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唉，现在的人真是不讲武德啊！正好，我的新功法缺几个祭品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什么剑法？你不是个废人吗？太不经打了，我还没用力，你们就倒下了。这届悍匪的身体素质不行啊，平时是不是没吃饭？大侠别杀我，是丁云，是大眼剑宗的丁云让我来的，我可以给你钱，很多钱。钱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我就轻点下手了嘛。来，把钱交出来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不错，还挺沉。不过我这人有个原则，我不爱收活人买命钱，只收死人的遗产，所以谢了啊，老铁，这遗产我会替你好好花的，一路走好。丁，任务完成，斩杀10名恶人，奖励发放九阳神功，修为突破至筑基初期。筑基初期，九阳神功，这感觉倍儿爽。大眼剑宗，等着吧，明天的擂台我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下一场，大眼剑宗内门弟子李青对阵朝廷禁卫军王虎。哟，这不是朝廷的禁卫军吗？怎么，朝廷没人了吗？派你这种头脑简单的蠢货上来送死！闭嘴！禁卫军岂能容你这种人侮辱？怎么，骂你就给我受着？朝廷也是一群废物养的废物！叫啊！大声叫出来，让大家都听听朝廷的狗叫的有多惨！
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所谓的朝廷精锐，连我一剑都接不住。以后这天一城还是乖乖听我们大眼剑宗的话吧。谁敢不服，这就是下场。大眼剑宗威武，地形之兽无敌！大眼剑宗威武，地形之兽无敌！赵叔，韩渊怎么还没来？小姐，我已经派人去催了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消息。难道黑风寨真的得手了？哟，这不是朝阳公主吗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看到朝廷的人输得太惨，心疼了？丁允，胜负未分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胜负未分，公主殿下，您派出的那几个废物已经被我大眼剑宗的弟子打得满地找牙了，您还有什么底牌？尽管都亮出来吧。大师兄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公主殿下这次好像把宝都压在韩渊身上了，还许诺了那个废物不少好处。什么？那个废物竟然敢投靠朝廷！公主殿下，您的眼光还真是独特啊，居然指望一个废人。可惜啊，那个废物早就已经被黑风寨的独眼龙剁成肉泥喂狗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您还不知道？独眼龙可是炼气巅峰的修为，杀一个废人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公主殿下，以后这天一城还是我们大眼剑宗说了算，您还是乖乖回宫绣花去吧。你们放肆！星云，你敢对公主无礼？无礼，老东西，这里是擂台，凭实力说话。有本事你也派个人上来赢一场啊！没本事就给我闭嘴！下一场，大眼剑宗内门弟子李青对阵朝廷代表韩渊。韩渊何在？再喊一次，韩渊何在？若再不出现，视为弃权。喂，那个什么公主，你的人呢？是不是吓得不敢来了？也是，毕竟是个只会杀猪的废物。我要是他，早就找块豆腐撞死了。李青师兄说的对。朝廷公主，我看就是个笑话。以后这天一城，只有我们大雁剑宗说了算。谁敢不服，我就打到他服。公主殿下，看来您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。既然韩渊来不了，那这场大比的第一名，我们就却之不恭了。难道真的输了吗？谁说我不敢来的？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嘛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买了点猪头肉当下酒菜，耽误了点时间。韩渊，你没事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倒是有些人恐怕要有事儿了。怎么？看到我很惊讶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哦，你说那个独眼龙啊，他太客气了，非要送我钱，我一高兴就送他去见阎王爷了。现在估计正跟阎王爷喝茶呢，你要不要下去跟他叙叙旧？独眼龙可是炼气期巅峰，你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可能因为他太弱了吧，就像你们大眼剑宗一样，全是花架子。这种货色，我切猪肉都嫌不够劲儿。韩渊，你休要猖狂！别以为学了点旁门左道就能无法无天，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个废物。丁远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跪在我面前求我指点剑法的？怎么现在穿了身狗皮就以为自己是个人了？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？韩渊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？美女，你是不是对过分有什么误解？当初你们陷害我偷盗重宝，害我被挖掉剑骨，修为尽废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过分？这笔账，咱们得连本带利，慢慢算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就凭你这个废物，也配让我出手？李青可是我宗门内门精英，如果你连他都打不过，那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韩渊，听说你以前是外门第一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内门实力，受死吧！韩渊，小心！这个李青不简单，他的剑法很诡异。方公主放心，这种小场面洒水了。要是连这种货色都搞不定，我还怎么给你贴身当护卫？
谁让你贴身了？正经点。听到了吗？我方公主让我正经点儿，所以麻烦你配合一下，赶紧躺下，别耽误我回去炖猪蹄儿。狂妄！你找死！给我去死吧！滚！这就是大眼剑宗的内门精英，这下跪的姿势也太标准了吧，简直比拜年还要虔诚啊！哎呀，这位师兄，行这么大礼干嘛？还没过年呢，我这出门急也没带零钱，可没红包给你啊！你这样让我很难做人的。韩渊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姐姐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给我杀了他！狂风快剑，我看你怎么躲！给我死！这招太飘了，没力气，你是在给我扇风吗？这招太慢了，没准头，你眼睛是不是有散光啊？哎，别看脸啊，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靠这张帅脸吃饭呢。你嫉妒我也不能毁容啊！你这个懦夫，你只知道躲吗？有种别跑，跟我正面刚啊！正面刚，行啊，既然你这么有受虐倾向，那我就大发慈悲满足你。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我失传已久的独门绝技——刀。这招叫棒打狗头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是高贵的剑修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剑修连把剑都拿不稳，被我一个剑鞘追着打，你还修什么剑？我看你不如回去修指甲吧！大眼剑宗的脸都被你丢尽，滚下去吧！别在这儿！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这家伙还真是损啊！这种打法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要让人难受。虽然手段确实别致了点，甚至有些市井无赖，但他刚才出鞘的速度和精准度，以及那份游刃有余的体力，确实深不可测。小姐，您这次真的捡到宝了。渊，你这个只会耍这种下三滥手段的小丑，你这种人就算活着也是个祸害，早该千刀万剐，下18层地狱。哟，这不是苏大美女吗？心疼了。我这人虽然有原则不打女人，但对于某些心如蛇蝎的毒妇，我不介意破例一次。你敢？韩渊，你别得意，等大师兄把你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！我要亲手把你的嘴缝起来，看你还怎么喷饭！丁云，你的狗腿子不行啊，要不你亲自上来陪我玩玩？我保证，看在昔日同门的份上，我打得比他还轻点，我绝对不打死你。韩渊，你找死！大师兄，不可冲动，这小子分明是在故意激怒你，你若是现在下去，就中了他的圈套了。放开！我亲手宰了这个废物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大师兄，您三思啊！您是何等尊贵的身份，天一城公认的第一天才，若是现在下去跟他动手，赢了也是胜之不华，万一输了，那您就真的名声扫地，在宗门内再也抬不起头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就坐在这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上面嚣张，看着我大眼剑宗的名声被他踩在脚下？大师兄，您忘了，咱们大炎剑宗可是这次大比的优胜者，有狩猎的特权。按照规则，韩元想要挑战您，必须先打败其他所有报名参赛的挑战者，咱们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。你的意思是车轮战？没错，咱们只需要暗中给其他宗门的人一点助力，让他们去疯狂消耗韩渊的体力。等到韩渊真气枯竭的时候，大师兄您再以逸待劳，雷霆出手，一招定乾坤。这样既能赢了名声，彰显您的绝世风采，又能兵不血刃的报仇雪后。好，好一招借刀杀人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方寒，你立刻去安排，告诉那些宗门，只要能消耗韩渊，我大眼剑宗重重有赏。是，大师兄英明，我这就去办。哟，丁大天才这是怂了，屁股上抹胶水了，站不起来。堂堂大眼剑宗首席，居然想当缩头乌龟？韩渊，别急着送死，想挑战我，你现在还不够格。按照规矩，先赢了其他人再说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只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多久。铁拳门王铁牛前来领教阁下的高招。这身板不错，肌肉紧实，脂肪少，绝对是个切肉的好材料。要是拿来做酱牛肉，口感肯定一样。庶子找死！吃我一记开山拳！太慢了，简直就像慢动作回放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太弱了，下一个，赶紧的，别耽误大家吃午饭。飞刀门里小刀，看刀！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
走你！韩公子威武，太牛了！把这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宗门软脚虾全都打趴下，太解气了！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强者，什么狗屁宗门天才，在韩公子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韩公子厉害！好厉害！他的体力仿佛无穷无尽，这哪里是比武打擂，这简直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秀。小姐，情况不对劲，这些挑战者虽然本身的实力一般，但数量实在太多了，而且他们上台时的状态极其反常。老夫刚才仔细观察过，他们上台前似乎都去过大眼剑宗的席位，而且每个人上台后真气都呈现出一种极其狂暴、掏之前力的状态。丁允这个卑鄙小人，他是想用车轮战耗死韩渊，卑鄙！这个废物怎么这么能打？那么多人都耗不死他，这不可能！大师兄，这小子的耐力太变态了，咱们送出去的暴气丹都快见底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其他宗门的人都不敢上了。再加给我加倍，我就不信他是铁打的。既然他想出风头，那我就让他累死在擂台上。喂，丁大天才，你的炮灰还有多少？别一个一个送了，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等会儿我还得回去炖猪蹄呢。丁宇，你的人就这点本事，我都还没热身呢。早知道我就多睡会儿了。一群废物，给我上，一起上，不用管什么规矩了。今天谁能杀了他，我大眼剑宗保他一世荣华。双拳难敌四手，韩渊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1、2、3、13，就这点人，我还以为你要组个足球队呢。一起上吧，正好省得我一个个收拾。这招叫爱的魔力转圈圈。杀生剑法乱舞。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吗？一人一剑，独占群雄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此子若不陨落，必成大器。大眼剑宗这次是真的惹错人了。丁允，你的炮灰都用完了，上来受死吧！别磨磨蹭蹭的，像个娘们儿一样。快看，丁师兄出手了，那可是先天境巅峰的强者，我终于能亲眼看到丁师兄的绝世剑法了。丁师兄可是大眼剑宗100年来最杰出的天骄，出道至今未尝一败。那个卖猪肉的今天死定了。那个杀猪的完了，虽然他刚才挺猛的，一连打败了10几个人，但毕竟只是个被废了修为的废人，怎么可能跟大眼剑宗的天骄人物比？是啊，那可是云泥之别。丁师兄可是半只脚踏入筑基期的神仙人物，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。可惜了这小伙子的一身蛮力。赵叔，丁允的气息好强，隔着这么远我都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。韩渊他能赢吗？丁允不愧是剑宗首席，这一身剑气凝练无比，恐怕已经半只脚踏入了筑基期，随时可能突破。而韩渊虽然剑法诡异莫测，但他身上确实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灵力变动，以凡人之躯对抗半步筑基，这一战悬啊！韩渊，你再厉害能有允哥厉害？你曾经是很强，可是你的剑骨已经被长老亲手废了。现在的你，就算会点庄家把式，也依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在允哥面前，你连提鞋都不配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韩渊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人心所向，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差距。我给过你机会让你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以为打败了几个不入流的废物就有资格挑战我了？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行了行了，别在那凹造型背台词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变身超级赛亚人呢。赶紧的，打完收工。我锅里还炖着猪蹄呢，糊了你赔啊！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见识一下大眼剑宗的至高绝学——大眼天剑雷霆一击！好强的剑气！这下那小子死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不可能，那是大眼剑宗压箱底的至高绝学雷霆灭世斩。传闻这一招乃是采集9天玄雷汇聚于剑间，威力足以开山裂石。就算是同阶的先天境高手，在没有防御法宝的情况下，也难以抵挡。韩渊，快躲开，不要硬接！死吧，韩渊！这就是你这个企图得罪我们的下场。在允哥的雷霆一击面前，你连灰都不会剩下。这就是实力的差距，这就是你这种废物的宿命。断！
这就是大眼剑宗首席弟子的佩剑，脆的跟街边卖的隔夜饼干一样。丁大天才，我看你这剑气势挺大，怎么质量这么差？是不是买到假货了？要不要我介绍个靠谱的铁匠给你重打一？断了，我没看错吧？大眼剑宗年轻一代的第一天霄，他的本命令箭居然被那个杀猪的给砍断了，太离谱了！我刚才根本没看到韩元用了什么招式，他甚至都没怎么用力，就像切豆腐一样。难道这杀猪的其实是个隐藏了修为的绝世大佬？这怎么可能？丁宇那把剑可是采集极北之地的玄铁打造而成的灵器，坚硬无比，竟然被一把看起来没有任何灵力加持的长剑给生生震断了。此子的剑道造诣，难道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可为剑，草木竹石皆可伤人的至高境界？这简直是妖孽啊！我就知道他这个混蛋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，这一剑打得真漂亮！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幻觉。云哥是无敌的，他的剑怎么可能断？那个被废了剑骨的废物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？这不符合常理，绝对不符合常理！你使诈！你这把剑绝对有问题！你刚才一定是用了某种见不得脸的妖法或者禁忌技法宝！一个废人，绝对不可能凭力量震断我的玄铁剑！韩渊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妖法，丁大天才，输不起就直说嘛！我这把剑可是正经的切肉剑，童叟无亲，假一赔十。闭嘴！刚才是我大意了，没用全力。韩渊，你别得意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对，云哥肯定是轻敌了。云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用绝招杀了他！韩渊，这次我绝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大野天剑，万剑归宗。哎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剑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走你！搞定，这就叫爆头术。韩渊，你敢用石子砸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云哥，那是爆血丹，你疯了！疯，只要能杀了他，疯又如何？不好，他突破了，这是筑基期。筑基期，没错，筑基期的剑修实力是先天境的10倍，恐怕整个天一城除了城主，没人能挡得住他。韩渊，完了！英雄型无敌，这下那个杀猪的死定了！快跑！筑基期的大能发威了！韩渊看到了，这就是筑基期的力量。现在的我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嗑药就嗑药呗，还飞那么高干嘛？显摆你能上天啊？小心掉下来摔死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受死吧！筑基剑气灭世！韩渊，快跑！那是筑基期的力量，你挡不住的。唉，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可你们非要逼我动手。既然如此，斩天拔剑术，第一式。筑基期，他居然也是筑基期剑修！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吗？不可能，他明明是个废人，怎么可能筑基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收住力。丁大天才，你还活着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叫郎中？本次乾隆大比，胜者韩渊。韩公子赢了！筑基期，韩公子竟然是筑基期大佬！韩渊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那是筑基期的剑气，你怎么能硬接呢？哎呦，疼！哪里疼？快让我看看，是不是伤到内脏了？这里疼。你这么关心我，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好快啊！是不是该给我涨工资了？你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？哎呀，轻点，轻点！韩公子，老夫看走眼了，没想到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。筑基期，整个天一城年轻一代，你是第一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筑基期剑修，而且剑法如此凌厉，竟然能越级秒杀同阶，此子不简单。大眼剑宗那个废物丁允输了，我们的计划怎么办？无妨，丁允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输了就输了。倒是这个韩渊，他身上的剑意让我感觉到了一丝危险，要不要除掉他？不急，先查清楚他的底细。如果能为我所用，那是最好；如果不能，那就让他消失。这鸡腿不错，再来一盘。
韩公子喜欢就好，尽管吃，管够。你就不能注意点形象吗？好歹也是今天的武状元。形象能当饭吃吗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对了，方公主，我的零食呢？什么时候到账？少不了你的，跟我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拿着。这是什么？金子做的吗？值钱吗？这是如朕亲临令，见令如见君。有了这块令牌，你在大雍朝廷内可以畅通无阻，甚至可以调动部分禁军。我去，这么贵重！方公主，你到底什么来头？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公主能有的吧？我的身份，你以后自然会知道。你只需要知道，这块令牌是你的护身符，也是你的催命符。大眼剑宗不会放过你，朝廷内部也有人不想看到你崛起。放心吧，方公主，我这人命硬，阎王爷都不敢收。不过，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想得美！以后给我小心点，别死了。长老，你一定要为允哥报仇啊！那个韩渊，他不仅废了允哥的修为，还当众把允哥踩在脚下羞辱。他还说大眼剑宗全是废物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早晚有一天要踏平大眼剑宗，把您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长老，那个畜生现在仗着有朝廷撑腰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如果不杀了他，我们大眼剑宗又还怎么在修仙界立足？韩渊，好一个韩渊！区一个弃土，竟敢如此狂妄，废我爱徒，辱我宗门，此子不除，我大眼真宗颜面何存？长老，可是那韩渊现在有朝廷撑腰，而且实力诡异，我们朝廷又如何？修仙界实力为尊，只要做得干净，谁能奈我何？传我令，出动血影卫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要看到韩渊的人头，我要把他抽筋扒皮，挫骨扬灰，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韩渊，这次看你还不死，我要亲眼看着你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饶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修为瓶颈，发布任务：寻找筑基灵药紫阳草。任务奖励：修为突破至筑基中期，绝世身法，缩地成寸。紫阳草，听说今天万宝拍卖行正好有一株压轴拍卖，正好手里有点闲钱，去消费消费。韩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种高档地方也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？也不怕身上的味儿熏着别人？哟，这不是苏大美女吗？怎么，丁允被废了，这么快就出来找下家了？闭嘴！允哥只是受了点伤，很快就会好。倒是你，别以为赢了一次就能翻天，在大眼剑宗面前，你依然是只蝼蚁。蝼蚁，希望待会儿你别求着蝼蚁手下留情哦。就凭你？凭我？那肯定不行啊！我就是个卖肉的，哪有那么大本事？不过嘛，我这人运气好，说不定待会儿老天爷看我不顺眼，非要拿灵石砸死我呢。癞蛤蟆想得到美！站住！哪来的叫花子？也不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万宝拍卖行，是你这种穷种能进的吗？去，赶紧滚！一身的穷酸味儿，别熏坏了里面的贵客。这人谁啊？穿成这样也敢来拍卖行，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？估计是想进去捡漏吧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这种地方也是他能进的。听到了吗，韩渊？这就是差距。有些地方不是你这种下等人能涉足的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回你的肉铺去吧。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这就是万宝拍卖行的待客之道，以衣冠取人。待客？你也配叫客？在我们眼里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赶紧滚，不然打断你的狗腿！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可你们非要逼我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朝廷至尊令，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啊！天哪，那可是传说中只有皇室成员才有的至尊令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
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被废的剑宗弃徒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一定是偷的，或者是假的。假的？苏大美女，你的眼界也就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天了。大人慢走，大人恕罪啊！韩渊，你给我等着！是谁呀？怎么穿的跟个杀猪的一样？保安怎么回事？这种人也能放进来，真是拉低了拍卖行的档次。至尊包厢，那不是只有大前皇室和顶级宗门长老才能进的吗？难道这是哪位微服私访的大佬？接下来是压轴拍品，500年份的紫阳草，起拍价1010，1500， 3000。那是大眼剑宗的苏清歌，听说他攀上了执法长老的关系，咱们还是别跟他争了，惹不起。这株紫阳草，我要定3001块，4000，4001块，5000，5001块。这哥们儿太损了，专门跟苏仙子过不去啊！韩渊，你是故意的，你存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没钱就别在这儿装大款。苏大美女，这话就不对了。拍卖嘛，价高者得。再说了，我这人别的没有，就是钱多。嘿嘿嘿，这次全场消费由朝廷买单，方公主太有钱了，不花白不花。1万，我出1万，还有本事你再跟呀！10001块。你无耻！10001块1次，10001块2次，10001块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公子拍得紫阳草。承让承让，苏大美女，下次带够钱再来跟我玩啊！恭喜这位公子拍得紫阳草！恭喜公子拍得至宝！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，府上何处？改日必定登门拜访。是啊是啊，能随手拿出这么多零食，公子定是出身名门，在下王家家主，想与公子结个善缘。好说好说，各位太客气了。在下韩渊也没什么大背景，就是在城东菜市场开了家韩记肉铺，专门卖猪肉的。各位要是有空，多来捧场啊！报我名字，给你们打9折。卖猪肉的，拿着至尊令卖猪肉，这年头卖猪肉都这么赚钱了吗？韩渊，你简直就是修仙界的耻辱！耻辱，苏大美女，你这就不懂了。职业不分贵贱，我凭手艺吃饭，怎么就耻辱了？再说了，我这猪肉可是经过我独门剑法处理的，吃了能延年益寿。你要不要来2斤？美女有特权，给你打8折。多吃点猪头肉能美容。你给我滚！这么多年过去，脾气还是这么大。不过也是，吃啥补啥。你多吃点猪脑，说不定能把脑子补回来。你，这家伙到底是谁呀？连大眼剑宗人都敢这么怼，是个狠人，不仅有钱，嘴还这么毒。你多吃点猪脑，说不定能把脑子补回来。你，这家伙到底是谁呀？连大眼剑宗人都敢这么怼，是个狠人，不仅有钱，嘴还这么毒。虽然花了1万多零食，但这波不亏。系统提交任务。丁修为突破成功，当前境界筑基中期。筑基中期，这升级速度简直比坐火箭还快。缩地成寸，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，试试。这就是缩地成寸，瞬移啊！这是有了这身法，这天下何处不可取得？丁允，执法长老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，连一株紫阳草都拿不回来，你是想看着我死吗？连一株紫阳草都拿不回来，你是想看着我死吗？哥，这不能怪我，都是那个韩渊，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，故意跟我抬杠，我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了，还是没抢过他。韩渊，又是韩渊，这个畜生，他不仅废了我的修为，还要断我的生路，我要杀了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云哥放心，
执法长老已经派出了血影卫，那可是宗门最精锐的杀手组织，每一个都是筑基期的高手，而且精通合击之术，就算是金丹期修士遇到，也要脱层皮。好，这次我看他怎么死，我要让他受尽折磨而死。没错，等那个废物死了，还要把他的尸体挂在城门口暴晒3天3夜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。目标就在里面，长老有令，格杀勿断，速战速决。目标就在里面，长老有令，格杀勿乱，速战速决。睡得跟死猪一样，一点警觉性都没有，看来也是个徒有虚名的废物。方公主，这猪蹄太硬了，得加钱。别闹，再闹我把你炖了。这小子有点邪门，一起上。真香！见鬼了，这到底是什么身法？这一觉睡得真舒服。各位大哥，这是走错片场了，大半夜的拿刀对着我，不太礼貌吧？少装蒜，韩渊，你的死期到了，兄弟们！给我剁了他！起床气都还没消呢，就要做早操，真是没人权啊！这位大哥，你的裤子好像开线了，露红内裤喽，本命年。我要杀了你！这剑不错，就是有点钝了，拿去切猪肉都没人要。这是什么指令？大力金刚指，没听说过吗？专治各种不服。哎呀，这位大哥，你有口臭啊？早上没刷牙吗？你的面具戴歪了，露出一只眼睛，多吓人啊！别砍了，别砍了，这可是梨花木，很贵的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撤，快撤！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啊，我这儿还有一道硬菜没上呢。杀身剑法，庖丁解牛。说吧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字。嘴还挺硬，不过看这身手和行事风度，除了大眼剑宗那帮伪君子，还能有谁？我来炸他一下。不说，那我替你说，是不是执法长老那个老东西？果然是他，那老贼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不来找你们麻烦，你们反而来找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韩渊，你没事吧？我收到消息说血影卫……这是血影卫，而且全是筑基期高手，这可是大燕剑宗执法堂的半个家底啊！全死了！哟，方公主来了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点乱，没来得及收拾。韩公子。这些人真的都是你杀的？不然呢？难道是他们集体抑郁，组团来我家抹脖子自杀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血影卫可是精通合击之术的，就算是金丹期高手遇到了也要避其锋芒。你竟然把他们一锅端了！秘密，方公主，想知道我的秘密，这可是另外的价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谈钱？有点出息行不行？方公主，玩笑归玩笑，大眼剑宗这次是铁了心要我的命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想怎么做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惹了我韩渊是要付出代价。韩公子，大眼剑宗底蕴深厚，高手如云。虽然你实力不俗，但单枪匹马闯山门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谁说我要闯山门了？那种硬碰硬的傻事我可不干。我要去的是剑冢。剑冢，
你疯了！那是大眼剑宗的禁地，只有内门弟子在特定时间才能进入寻找机缘，而且那里有强大的护山大阵守护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是啊，韩公子，剑主内机关重重，更有守剑长老坐镇。你虽然实力强横，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，是万一被困在里面，那就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阵法机关，巧了，我这人不仅会杀猪，还会点拆迁，而且有了这个，还怕进不去吗？这是执法长老的亲传弟子令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刚才那个领头的快递员送的呗。虽然他人长得丑，但是身上的令牌还挺好用。方公主，你这么担心我，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少臭美！我是怕你死了，我的投资打水漂。那个，老夫去外面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，你们继续。赵叔，你看来赵叔也是个明白人啊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明天就是剑中开启的日子，丁宇那个废物肯定也会去寻找机缘疗伤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好，既然你要疯，那我就陪你疯一把。赵叔，调集所有暗卫，埋伏在大眼剑宗山下，随时准备接应。是。这就对了嘛，方公主，这次要是干得漂亮，记得给我发个大红包。我也要去。什么？小姐，万万不可！那里是大眼剑宗的地盘，危机四伏，你身份尊贵，怎能亲身涉险？赵叔，我方柔从来不是躲在别人身后的小女人。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和我的盟友并肩作战。哟，方公主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讲义气的。不过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弄不好会死人的。怎么，韩大侠是怕我拖你后腿？那倒不是，我是怕到时候打起来，还要分心保护你，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哼，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。本小姐虽然不如你，但也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小姐，这太胡闹了！赵叔，你的暗卫在山下接应，如果我们在里面出了事，你就直接发信号，调动禁军踏平大眼剑宗。是，老奴遵命。韩公子，小姐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如果小姐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唯你是问。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整整一队血影卫，全是筑基期的高手，竟然连一个弃徒都杀不死，还全军覆没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大眼剑宗的脸往哪儿搁？长老息怒，那韩渊只是个废人，怎么可能杀得了血影卫？肯定是朝廷派了绝世高手暗中保护他，否则就凭他那点三脚猫功夫，早就死了800回了。朝廷，哼！方柔那个女人，真以为有了皇室撑腰就能为所欲为？若不是宗门现在正处于多事之秋，老夫早就带人踏平了她的公主府。师傅，韩渊不死，徒儿心魔难消，求师傅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。机会？你现在经脉受损，修为跌落，拿什么去杀他？拿你的头去撞他的剑吗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算了，怎么可能？此子成长速度太快，若是任由他发展下去，必成我宗门心腹大患。不过现在朝廷盯着我们，明面上不好动手。想要报仇吗？想，做梦都想。云儿，为师这里有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法子，明日剑图开启，你带着这块血剑令进去。剑图深处有一处禁地，名为洗剑池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若是能撑过去，不仅能重铸你的经脉，还能让你的修为更上一层楼。洗剑池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徒儿也敢去。只要能杀韩渊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可是师父，洗剑池九死一生，富贵险中求，如果不去，他这辈子就是个废人。雨儿，记住，这次是你最后的机会。等你从剑主出来，就是韩渊的死期。韩渊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易容术也太丑了吧！我就不能扮个美女弟子吗？方公主，咱们是去偷家，不是去选美，越丑越不引人注意，懂不懂？你看我这颗痣多有特色。行行行，你有理。不过，你确定这令牌管用？
放心吧，这可是执法长老那老狗的亲信令牌，一般剑宗弟子见到他，绝不敢拦我们。站住！哪来的土包子？这里是大眼剑宗，不是菜市场。哟，穿成这样也想混进剑众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两位师兄，行个方便嘛，我们是新来的外门弟子，想进去见见世面。见世面？就凭你们？赶紧滚！别脏了我们的店！哎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滚！不然打断你们的狗腿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执法长老亲传弟子令！师兄饶命！师兄饶命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该死！刚才不是挺横吗？还要打断我的狗腿？来啊，腿在这儿，你打一个试试。师兄说笑了，借小的100个胆子也不敢啊！哼，滚一边去！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狗眼看人低，我就把你们的眼珠子挖出来当泡菜！师兄恕罪，小的有眼无珠，算你识相。走。快看，那是丁师兄，听说他被那个弃徒废了。什么师兄？现在就是个废人，听说连路都走不动了，还要人抬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还要人抬着，真是丢人现眼！闭嘴！谁再敢多嘴，我杀了他！哟，这不是老熟人吗？方公主，你看他那样子，像不像个木乃伊？你别乱来，小心暴露。放心，我这就给他加点料，让他更有排面。是谁？是谁暗算我？云哥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丁师兄这是饿了，连狗屎都吃，口味真重啊！剑主已开，所有人速速进入，过时不候。云哥，我们走。先进去，等我拿到了洗剑池的机缘，恢复了实力，我要把在这里嘲笑我的人统统杀光。等我拿到了洗剑池的机缘，恢复了实力，我要把在这里嘲笑我的人统统杀光。师兄，这里的剑气太可怕了，我感觉皮肤都要被无处在的剑气割裂了。闭嘴！一群废物，这点剑气都受不了。可是真的很危险。我的手！云哥，小心，这里到处都是陷阱。该死，这什么鬼地方？那是见鬼！会长，谁让你们松手的？保护允哥，快！青哥，救我！允哥，你快爬到石头后面去，我撑不住多久。该死，该死！我堂堂首席弟子，竟然沦落到要女人保护，含冤，都是因为你！我堂堂首席弟子，竟然沦落到要女人保护，这也太难走了。听说大眼剑宗的剑种遍地是宝，我看这遍地是坑吧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触动了阵法。我听说这里死过很多人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师兄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？别自己吓自己，这里除了我们哪还有人？救命啊！这荆棘有毒，我的腿麻了。师弟，你撑住，我去找人救你。救命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听这声音，前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这剑种果然名不虚传，凶险异常。我们必须万分小心，步步为营。有我在，没意外。走，进去看看热闹。别乱跑，
这里到处都是阵法和陷阱，稍有不慎就会不好。不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奇怪，这剑爪里的剑气怎么跟我的杀生剑法有点像？难道这剑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行，还得再验证一下。运气，运气，走，咱们继续。果然，如我所料，这里的剑气肯定和杀生剑法同宗同源。杀生剑法破军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击碎剑气，杀生正道系统触发新任务：剑气粉碎者。任务内容：击碎100道剑种剑气，获得特殊技能，且免疫初级。我的杀生剑法能克制这里的剑气，甚至还能吸收这里的剑气为我所用。哈哈，这里简直就是我的炼级宝地啊！系统，这任务交。方公主，看来这剑种也没传说的那么吓人嘛。跟着哥走，带你飞。油嘴滑舌。丁，击碎剑气+1，当前进度15/100。这剑法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为什么能克制这里的剑气？祖传的，专治各种花里胡哨。是剑兽，而且是筑基期的剑兽。这种怪物全身坚硬如铁，很难对付。韩元小心！筑基期，正好。刚才那些小陷阱太没劲了，正愁没怪刷呢。快躲开！我的字典里就没有“躲”这个字。杀生剑法，开搞！搞定，收工。丁，击杀筑基期剑兽，剑道熟练店+50，掉落物品，中品剑丸。方公主，接着，这玩意儿看着挺值钱的，你要不要？中品剑丸，这可是炼制飞剑的极品材料，有价无市啊！你就这么送给我了？送你了，反正我这人粗枝大野的，这种精细活干不来。再说了，宝剑赠英雄，剑丸赠美人，这玩意儿晶莹剔透的，跟你挺配。你胡说什么？谁是美人了？我有说是你吗？方公主，你也太自恋了吧！我是说她跟你的气质挺配。韩月，你找死是不是？方公主饶命！小的这就去前面探路。笨蛋！怎么还在原地转圈？这到底是什么鬼阵法？云哥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。啊！有鬼！有鬼抓我的脚！你在干嘛？给丁大天才留点纪念品啊！我打算在前面刻个生门在左的石碑，估计待会儿他们就能看到了。你要刻石碑？你也太损了吧！谁让他们平时那么嚣张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真是个魔鬼！好了，希望能给他们一点惊喜。走吧。师兄，你疯了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幻觉，守住心神！该死！难道我们要困死在这里吗？前面有路牌，快过去看看！救命！拉我一把！这到底是什么鬼阵法？怎么走哪都是死路？救命！拉我一把！这到底是什么鬼阵法？怎么走哪都是死路？云哥，左边看起来好像安全一点。好，就走左边，富贵险中求。啊！我的腿！剑圣，我们中计了！该死！这石碑是骗人的！往回撤！快撤！云哥，我们是不是出不去？到底是谁？我要杀了他！听着动静，丁大天才他们玩的挺嗨啊！你这个生门在左真是太缺德了！
估计他们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谁让他们平时不积德？这叫现世报。行了，咱们也该走了，好东西都在前面呢。你这是打算把他们坑到底啊？做人要有始有终啊！走。该死！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允哥，你看前面又有块牌子。有宝？难道真的是机缘？师兄，这会不会又是陷阱？刚才那个石碑也是。闭嘴！富贵险中求，如果不去，我们怎么翻身？走！有杀客！又是陷阱！我要杀了那个刻牌子的人！允哥，救我！那就是传说中的魔剑噬魂。小心，这把剑邪性的很，据说每一任剑主都不得善终。邪性？我最喜欢邪性的东西了，而且这把剑好像在召唤我。有了这个，应该能进去泡个澡吧？泡澡？你是来度假的吗？不仅要泡澡，还要把这池子里的剑气全部吸干。方公主，帮我护法。好，你自己小心。为什么连剑和剑种都这么难？难道老天都要亡我丁允吗？允哥，别灰心，这肯定是剑种对我们的考验。只要通过了考验，就能得到天大的机缘。对，考验，这一定是考验。只要我能到达洗剑池，只要我能重铸经脉，我就能恢复实力。到时候，我要把那个韩元碎尸万段，我要把今天受的所有屈辱，百倍千倍的还给他。允哥，我陪你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都陪你一起闯。师兄，我们真的还要继续吗？这里太可怕了。谁敢退缩，谁敢退缩就是背叛宗门。回去之后，我会让执法长老亲手废了他。师兄饶命！我们不敢了，我们誓死追随师兄。走，哪怕是爬，我也要爬到洗剑池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丁允是打不倒的。韩渊，你给我等着！那个韩渊有点邪门，本以为只是个被废了剑骨的蝼蚁，没想到放逐出宗门后，不仅没死，反而搭上了朝廷这棵大树。朝阳公主那个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。朝廷，哼，就算有朝廷撑腰又如何？这里是修仙界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只要韩渊死了，朝廷还能为了一个死人跟我们大眼剑宗开战不成？话虽如此，但此子成长速度太快，若不尽早铲除，必成大患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丁允那个蠢货一心想要报仇，我已经让他带着血剑令进了剑种。血剑令？你是想让他去唤醒剑魔？没错。剑魔一旦苏醒，就会吞噬丁允的神智，把他变成一具只知道杀戮的行尸走肉。到时候，他就是我们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。你好狠的心！丁允可是你的亲传弟子啊！哼，亲传弟子不过是一颗棋子罢了。若是连这点利用价值都没有，留着何用？只要能杀了韩渊，哪怕牺牲整个内门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罢了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丁允去发挥他最后的余热吧。韩渊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丁，击碎剑气+1，当前进度98%。丁，击碎剑气+1，当前进度99%。爽，太爽了！这哪里是洗剑池，简直就是我的私人温泉啊！再来点儿！不够，还不够！这洗剑池果然是炼级宝地，照这个速度，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。韩渊，你小心点儿！我感觉这池底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一股很邪恶的气息正在苏醒。哟，还想反抗，想吞噬我，也不怕崩了你的牙？小爷我看上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的，给我镇压！丁，击碎剑气+1，当前进度100%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剑气粉碎者获得奖励剑道熟练度+1000，获得特殊技能剑气免疫初级。剑气免疫，那以后岂不是可以在剑阵里横着走了？
血剑令指引的地方，这就是能让我重回巅峰的力量。云哥，这里好可怕，我感觉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回哪里去？回宗门继续当个被人嘲笑的废人吗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感觉到了无穷的力量，这种感觉太美妙了。韩渊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把你彻底撕成碎片。师兄，师兄你怎么了？你的样子好吓人。既然你们叫我师兄，那就把你们的血肉献给我吧，助我彻底成魔。云哥，不要！我是青哥。青哥，等我杀了韩渊，再来好好疼你。那是丁允，他怎么变成怪物了？快跑！他已经疯了，连同门都杀！这就开始杀猪了，也不叫上我。那是丁允。韩渊，别以为你一揉了我就不认识你了，你的骨头烧成灰我都认得。什么？那是韩渊，那个弃徒，他怎么混进来的？而且他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怕丁允。唉。本来想以普通弟子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可你们非要逼我露面。行吧，行吧，你赢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那个让你们日思夜想、魂牵梦绕的韩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终于来了，省得我去找你。今天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，祭奠我的魔剑。我说丁大天才，你是不是入魔入傻了？台词能不能有点新意？不就是换了个皮肤，加了个特效吗？信不信我把你打回原形？找死！血魔斩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剑法？太恐怖了！就算是筑基巅峰也挡不住这一剑吧？那个韩渊死定了。丁师兄现在入魔了，实力暴涨10倍不止。这一剑下去，韩渊绝对会变成渣。韩渊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允哥虽然入魔了，但他现在的力量是无敌的。你毁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轮到你下地狱了！杀了他，允哥，杀了他！韩渊，小心，这股剑气不对劲，里面有腐蚀灵魂的力量，千万别硬接。来得好，正好拿你试试我的新技能。哼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哥可是有剑气面以被动加持的男人，别说这血魔斩，就是天王老子的剑气来了，也得给我乖乖绕道走。这家伙疯了吗？我的蝼蚁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信。就这，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是个哑炮啊！丁大天才，你这剑气不行啊，是不是没吃饭？我操，毫发无损！我没看错吧？那可是魔化后的全力一击啊！他是铁打的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允哥已经入魔了，这一剑足以斩杀筑基巅峰。韩渊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没事？一定是幻觉，一定是！吓死我了！这家伙总是喜欢玩心跳。不过，他到底还有多少底牌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血魔斩可以腐蚀万物，你怎么可能没事？可能是我皮厚吧。行了，你也打完了，该轮到我了吧？借你的剑一用。剑来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剑！啧啧，果然是把好剑。现在他是我的了。没了剑，你就是个拔了牙的老虎。丁允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把剑还给我，那是我的。你的？这上面写你名字了吗？丁允，你为了力量不惜入魔，残杀同门，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送你上路。阴阳割魂笑！师父，救我！韩渊，你杀了他！你杀了他！丁允死了，那可是入魔后的丁允啊！
实力堪比金丹期，太强了！韩元师兄简直是神，一手地兵，一手魔剑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以后韩元师兄就是我的偶像，谁敢说他是弃子，我跟谁急！这家伙总是能给人惊喜，刚才那一剑太帅了。喂，方公主，回神了？是不是被哥的英姿迷住了？要不要给你签个名？少臭美！我是看你有没有受伤。受伤？不存在的，我可是要保护你的男人，怎么能轻易出来？你不得好死！执法长老一定会杀了你，把你碎尸万段！苏青哥，留你一条狗命，回去以后给执法长老那老东西带个话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去取那老狗的命。走，去大眼剑宗清算总账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我耗费了半生心血，甚至不惜动用禁忌的血剑令，就是为了今天。结果呢？你居然连一个被废了剑骨的弃徒都杀不了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浪费！简直是暴殄天物！我的布局，我的心血，全被你这个蠢货给毁了！丁允，就算死了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师兄，丁允死了，那韩渊岂不是？除了韩渊那个小畜生，还能有谁？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。不过，既然这步棋废了，那就只能我自己动手了。传我令，召集执法堂所有精锐，我要布下天罗地网，把韩渊和方柔那个贱人堵在剑冢里。长老，方柔可是朝阳公主，若是杀了她，朝廷那边……朝廷？哼！只要他们死在剑冢里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就说是他们触动了禁制，尸骨无存。记住，这次不留活口，我要用他们的血来洗刷我的耻辱。谁敢阻拦，杀无赦！是，谨遵长老法旨。小姐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多亏了韩渊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若是小姐有什么闪失，老奴万死难辞其咎。所有人都不许动！凭什么？我们是来寻宝的，又不是你们大眼剑宗的犯人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走？就凭我是执法长老。我是青云宗的少主，你们大眼剑宗行事如此霸道，就不怕引起众怒吗？我爹可是杀人了！聒噪！我管你是谁的儿子，在这里，我就是天。这老疯子真的疯了！看来今天不想打都不行了。韩渊，我知道你就在人群里，怎么敢杀我徒儿，不敢出来认账吗？老东西，找你爷爷有事儿。真的是韩渊，他真的混进来了，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在执法长老眼皮子底下晃悠。果然是你，韩渊，你杀我徒儿，毁我妻妾，今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你徒儿自己不争气，入魔了还打不过我，怪我喽。再说了，是他先要杀我的，我这叫正当防卫。怎么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牙尖嘴利，死到临头还敢逞口舌之令，给我上，杀了他！谁能取下韩渊的人头，赏极品灵石1万，晋升内门核心弟子。1万极品灵石，那是我的，谁也别跟我抢！核心弟子，只要杀了他，我就能一步登天！杀！剁了韩渊！
保护小姐和韩公子。韩渊，别怕，我们跟你一起杀出去。杀出去？不，老板，你太小看我了。既然来了，我就没打算灰溜溜的走。小的们，爷爷来给你们上课了。丁检测到大规模战斗，任务内容：击杀100名敌对修士。任务奖励：修为突破至金丹期，获得神通法天象地。杀人升级，太爽了！正好拿你们借鉴。丁击杀筑基修士1名，经验值加1000。都别跑，快变成我的经验值吧！丁击杀筑基修士1名，当前进度100%。太弱了，太弱了。丁击杀筑基修士1名，进度100%。这是什么邪术？邪术？这是你家丁师兄送我的礼物，好用的很。丁击杀，当前进度50%。丁当前进度80%。怪物根本打不过，快跑！他是魔鬼！这家伙到底还藏着多少底牌？双剑合璧，正邪同修，此子成长起来，必将震动修仙界。丁任务完成，击杀100名敌对修士，奖励发放：修为突破至金丹期，获得神通法天象地。金丹期，这就是金丹期的力量吗？感觉全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，还有这法天象地的神通。执法长老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老东西，你的徒子徒孙不行啊，要不你亲自下来陪我玩玩？一群废物，都给我退下！小畜生，能逼我亲自动手，你足以自傲了。不过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哟，终于舍得下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在上面当缩头乌龟呢。老东西，当年你废我修为，削我剑骨，这笔账咱们今天好好算算。算账？你也配？韩娟，你真以为当年废你是因为你偷盗重宝？什么意思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废你是因为老夫看上了你的先天剑骨，你的剑骨现在就在我体内，正是靠着你的剑骨，老夫才能突破到金丹后期。这是真的，长老，您不是说是因为韩渊品行不端吗？蠢货，那不过是骗你们这群傻子的借口罢了。丁允那个废物，还有你这个贱人，都不过是老夫手中的棋子，用完了自然就可以扔了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原来如此，原来是你，老狗夺我剑骨，毁我前程。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把我的剑骨拿回来。哼，想拿回去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受死吧，大眼剑阵！金丹后期有点意思，这剑阵看起来比丁允那个半吊子强多了。韩渊，小心！这是大炎剑宗的护宗剑阵，威力无穷。不好，这剑阵能封锁空间，韩公子逃不掉了。逃！进了我的大眼剑阵，就算是金丹期修士也得脱层皮。韩渊，我要把你千刀万剐！在我的大眼剑阵里，每一道剑气都能削铁如泥。小杂种，享受万剑穿心的痛苦吧！这剑气免疫的被动技能简直无敌，这么多剑气打在身上，就像是在做全身按摩，舒服。剑气？就这也叫剑气？给我挠痒痒都不够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剑气居然破不了你的防！老东西，你是不是没吃饭啊？这点力气，连给我搓澡都不够。韩渊，连长老的剑阵都伤不了他，这还是人吗？太强了，简直就是金刚不坏之身啊！老夫纵横江湖几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逆天的防御，不仅免疫剑气，还能吸收剑气反哺自身。这到底是什么功法？我就知道，他总是能创造奇迹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怪物？不，我是你爷爷。缩地成寸。给我破！师兄，连执法长老都败了，快跑啊！想跑？问过我手里的剑了吗？我不想死。老板，看戏看够了吗？该收网了。暗卫何在？在。
一个不留。韩渊，我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，燃烧精血，请老祖法相。就这，你以为只有你有法相，老子也有？地兵斩仙，魔剑噬魂，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！我不甘心，我的剑骨。终于回来了。韩渊，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饶了我吧！我是被逼的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情分？当你把玉佩扔在我脸上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没有情分了。苏青哥，下辈子做个好人吧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我们也是被逼的，都是执法长老逼我们的。韩渊师兄威武，太解气了！大眼剑宗这帮恶霸终于遭报应了。韩渊师兄简直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啊！以后谁还敢欺负我们散修？韩公子，仇敌已经死了，你的大仇得报了。是啊，结束了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韩公子饶命啊！我也是被蒙在鼓里的，这一切都是执法长老逼我做的。韩公子饶命啊！我也是被蒙在鼓里的，这一切都是执法长老逼我做的。逼你？我看你平时也没少助纣为虐吧？冤枉啊！掌门云游多年未回，宗门大权一直把持在执法长老手中，他坏事做尽，我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啊！如今韩公子沉冤昭雪，大仇得报，理应重回剑宗，继任执法长老之位，重振宗门雄风。回剑宗当执法长老？是啊，是啊，以韩公子的实力和威望，只要您登高一呼，全宗上下莫敢不从。到时候您就是大眼剑宗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一人之下，我这人膝盖硬，跪不下去。再说了，这劳什子剑宗有什么意思？乌烟瘴气的，看着就心烦。杀了你们这群毒瘤，剑宗垮了才好，关我屁事！方公主，这里太脏了，咱们撤吧。你真的不愿意留下？这可是大眼剑宗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基业。基业对我来说，还不如我的肉铺值钱。而且，比起当什么长老，我更想做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听说大钱未来的女帝还没成亲，不知道我这个杀猪的有没有资格跟女帝谈个恋爱？你想得美！谁说我要当女帝了？你不当女帝，那我这贴身护卫岂不是失业了？为了我的饭碗，这女帝你必须得当。韩渊，你给我闭嘴！